外号一刀一流的创作者陈冲，用刀画漂流技巧所呈现的作品，艺术界都有高度评价。在经历人生变化其实才开始的心情，他用地球千万年的岩石和变化多端的宇宙为主题，要来传达他内心的想法。特别的是，他不是用笔，也不是拿工具去画，而是运用自然流动变化而成。在和哥哥陈冲图的首次联展，两个人也难得拥抱，相当温馨。陈总的要求说，兄弟联展几乎不可能，所以他们压力大。谢谢你们。最重要的，我今天跟我大哥的联展，没有他，没有林伟婉，就没有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机会。在这里可以要求我大哥，大哥。可以抱一下吗？身为建设公司董事长的陈冲图，因为热爱艺术，除了透过画笔来疏解压力，更透过富利家族持续推广艺术，将艺术融入住户的生活，强调开心就好，大家都是一位创作者，希望营造全民艺术的目标。建筑的话是要正规，而且规矩，而根据建筑法规来画。那做这个话，很高兴的说，你也使学评为人为背为哦，学评为倒变工不要紧。那建筑这个要很规矩的哈，那结构重不重要？格局重不重要？法规、城市原理重不重要？都很重要。所以作画真的哈，师上身心，又有可以又有生养，又有塞，几乎讲不要紧。当然我也心情很好哈，所以哦，如果在座的哈，心情卖。我没在搞，我先没在搞哦。你可以教你那个哦，注定的让每个都可以变成画家。4月13号当天，陈冲图和陈冲兄弟党的联展开幕式，包括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前副市长戴谦以及美术馆馆长林秋芳等艺术界贵宾云集。盛赞两人运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所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令人惊艳。我们的这个联展应该是非常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在台南再次恭喜我们大家跟我们今天刚刚的这个策展的部分感谢大家今仔当做伙来享受一个当时电力讲的人心欢喜就好，咱会当伫画作内底看到出温馨意两个人风格有非常大的不同，让我感觉到两个人的性格也很不一样，一个是非常内敛的，一个是非常的爆发的，他简直就是丢了一个原子弹到他的那个心脏，然后就爆出来这样。那我感觉到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两位创作者，两位作家呢，他们都很希望是什么？冲哥是希望做一个绘画学校，对不对？就是玩画学校。那我们的这个陈大哥呢，很希望是走一个全民艺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飨宴。宇宙之美，千言万语的兄弟联展自即日起一直到6月16号，欢迎大家用轻松快乐的心情，一起来感受画作所传递的千言万语。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